7月5号，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有上万名维吾尔族人走上街头，他们是抗议近日发生在广东韶关的汉维工人冲突中当局的不当处理。中共当局在乌鲁木齐派出了装甲车和手持冲锋枪的军人进行血腥镇压，数十人死亡，上百人被捕。维吾尔族代表发言人呼吁民众和国际社会能够给予关注，避免民族仇视与敌对。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引用目击者的话说：“中国政府出动了50多辆军车的解放军，在当地用冲锋枪在市区内进行扫射。另外，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经做出了公告，城市已经被宵禁，严禁维吾尔人出门。任何人出门被扣押和逮捕，出现这种现象将自负。同时，各街区中国的武装人员对于维吾尔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而且从不同的管道获取的信息当中，有上百人被正式逮捕，有数十人死亡。”据报道，本月初，广东省韶关旭日实业工厂新疆人与汉人冲突事件中，官方说造成2死100多人受伤，但当地民众却表示有1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迪里夏提认为，这纯粹是中共的一个有计划的镇压。因为在发生事件的当中，当地的员工们使用的是统一的棍棒，是有人专门发配了这些棍棒。同时，在殴打维吾尔人的时候，中共的警务人员在当场并没有阻止这个问题，反而在观看。而且警务人员当中有人高喊新疆人滚回去。那么从这个问题上面呢，可以反映出对于维吾尔人的仇视，不只是中共的这种煽动呢，是民间产生了这种敌对。在韶关事件后，当地政府没有对事件做出公开回应，网络上充满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